我们今天是住高楼层的豪华客房。是吗？有那种豪华吗？是啊，是啊，豪华客房啊。有很豪华。有啊，蛮豪华的。我刚刚先去帮各位看过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迪。我是凯瑞。我现在在老爷酒店。新竹店。新竹店，我们是住了老爷酒店，住了大概几十次吧，算蛮多次的。一直都很喜欢老爷酒店系列的风格。对，住到有缘分了。今天就是受到新竹老爷酒店的邀请，来分享给大家。对，而且身为就是新竹人，就是我娘家在新竹，从小在新竹长大。我是高中在新竹。高中在新竹，我们同个高中，所以我们就是对新竹的情感还是不一样。有一种地缘关系。对，小时候我就会跟我爸妈来老爷酒店吃 buffet。然后以前老爷酒店 buffet 对我们来讲就是属于很高级，就是50。哦，对。终于有机会来开拍新竹老爷酒店，这一次呢也会吃老爷酒店传说中的 buffet。晚餐跟早餐。对，晚餐跟早餐都会吃。很期待哦。很期待哦，好几年，可能有10几年没有吃了，还是很期待。我们这一次住的方案是这个老爷寻觅区的方案，上面这个看起来很漂亮哎，它是有配合吞式玻璃搅拌棒的一个体验活动。对，它是有一点琥珀色的感觉，然后上面有这个山。回收的，它是用回收玻璃制作而成的，然后这是买不到的，就是没有多在贩售。但是如果我们来住老爷的新竹店的话，配合这个方案就有这个纪念币。纪念币，就是其实新竹的玻璃工艺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，有纪念价值。对，有纪念价值，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体验老爷寻觅区。老爷寻觅区这个住房专案呢有个小小的一点，因为它是提倡循环环保，对，所以它没有提供备品。对，那我们就去开住喽。OK，Go。是2104 ，Go， 开门。哦，是不是采光很好哦？这边看出去是新竹市景，是新竹市哦。这一看就是我小时候都经历过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来帮你们各位试坐一下啊，很好坐哎，我觉得你很适合家里有一个这个椅子在上面耍废。好，然后床来帮你各位试一下床的软硬度，它比较 Q 一点。试床，哎呦。怎么样？它这个是可以支撑你的背部，对，它属于 Q 硬，整个也是蛮扎实的，它不会塌掉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，好。哦，对了，他们的枕头，如果你枕头睡不习惯，可以跟他们问说有没有乳胶枕这些。这边算空间很大，那边可以站5个凯瑞，可以啊，对，算蛮大的。床边的距离也很大，对，走道也是很宽的。然后这里是一个办公区，对，我们出门很注重办公区，所以主要有点像是他说是商务型酒店，这镜子很大哎，对啊，这很适合女生，或是男生出门你要穿那个 set 就西装这样，很适合。更衣间，拖鞋、浴袍，对，它是装袋式的，它这里就枕头啦。因为一般的床上面就是有人会抱着睡觉，对。那我们来看浴室。浴缸，老爷酒店集团设计都差不多是这样，就是偏浅色，然后沉稳的、好看的。浴缸很大，很舒适的，它的这个台面也很大，2个人同时使用也可以。最主要是这个，它是干湿分离的，马桶也是棉质马桶，老爷标配。而且老爷都会放一些这个画，我蛮喜欢这幅画，我刚刚进来就想把这幅画买走。那这是什么？哦，丢毛巾的。对，这可以丢毛巾的。这个有一种像我们在日本住饭店的那种风格，这个门超漂亮的，这个色系就是我的色系呀。来这边顺便看自己家里有什么状况。好 ，OK。对啊，看我最喜欢吃的孔雀贝，生菜沙拉，海鲜沙拉耶。哦，这看起来好厉害哦，欧风冷肉，肉冻，听说真好吃。是吗？面包，听说老爷的面包都很厉害。面包都很厉害。我们可是老爷面包的爱好者哦。那果酱很多。果酱是好吃的，有炙烧的寿司，然后有花卷，还有手卷，都是现做的。这一片，那这一片看起来很新鲜呢。对啊。大鲜鱼。大鸡翅，我觉得凯瑞今天爆自己多了。然后鸡肉茶碗蒸给你各位看看，这个是港式腊肠荷叶饭。哦，看起来很厉害哦。猪烤饼，老火爆鸭粥，有猪脚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。焗烤生蚝，我这样一定会吃一锅。然后日式天妇罗，基本上是日式、西式、中式的都有。香鱼，有软的那种，这看起来很厉害，葱烧烩牛肉，然后法式松露鲜鱼卷，然后这个是卤味区，素食的可以在这边吃。香蕉蛋糕、覆盆子蛋糕、芒果慕斯、蒙布朗，老爷起司蛋糕，这很厉害。
哦，黑森林。对，那我们看了水果蛋糕，水果牛肉汤诶。哦，可以自己烫的哎，不用去台南，这里就可以烫牛肉汤。好了，那我们要开吃喽。哎，这看起来很厉害，是什么？鲜鱼巧达汤。冰淇淋是喝的，我爸应该有爱。可以吃喽。好好喝哦，它是那种有一点偏药膳的感觉。然后是美国双酱油，哇，这个也太嫩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开吃手卷。你看起来有饭，吃起来好好吃，非常清爽。因为有下次要带我爸来吃这个，跟我小时候吃到印象还是一样，就是很好吃。我们就吃这个扇贝，它有3种酱。我也想吃酱，因为姜最能试出这海鲜新不新鲜。好好吃哦，超好吃。它海鲜新鲜，很新鲜，超新鲜。第二个就是这个，好吃。我们一起来吃鲑鱼。好，我们一起开吃鲑鱼。鲑鱼是粉粉嫩嫩的色泽，看起来就很新鲜。好好吃哦。很好吃的。还有你最爱的鲑鱼炙烧，而且很少饭店的，就生鱼片可以新鲜到这么程度。好，来吃这个牛肉。现在吃这个牛肉，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然后你吃肉吃一吃，它会有这种苹果的果干可以吃，这果好吃啊。为什么连果干那么好吃？这个肉冻是什么？应该像果冻口感，就法式蛮有名的那种肉冻，3色蛋的那种弧度，然后它又是肉的那个香味，熏肉那种味道，熏肉的味道，超好吃。不愧是西餐厅主厨出来的，真的很厉害。哎，这个是牡蛎哦。那个是生蚝。所以爆汁了。来啊，吃啊！哦，好大。它搭这个每道都很好吃。因为我们2个其实不太爱吃buffet，我们吃不了那么多，吃不了那么多，然后buffet很容易就是没有办法每一道都这么精致。现在目前吃老爷吃到现在，我可以说它基本上是每一道都很精致。对。猪脚酸菜芥末酱。好好吃哦！很像我在德国吃到的猪脚，它皮好脆哦，皮好脆哦，它皮不是硬哦，是脆哦。西式的鲜鱼卷，来，这边是鱼，这个芥末馅很好吃，但是我真的我发现它是把鱼卷成一个卷，然后这个是烤鲑鱼肚，烤鲑鱼肚可以这样哦，可以吃到鲑鱼肚的整个油脂，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，我也喜欢吃鲑鱼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吃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很期待明天的早餐。对，因为明天早上你在同个地方吃，应该是差不多的等级，我就感觉就超好吃。很期待喽。拿铁咖啡。面包系列，才这样很好吃。寿司有2种，全麦的跟一般白吐司，多了花生酱。沙拉，这好像是豆类的，鹰嘴豆，然后火鸡沙拉好特别哦，手工优米，然后冷燕麦。地瓜，地瓜是什么？这是5星的奖牌哦，而且是新鲜的，2022年9月18。真的。这里超美的哎，很多日式建筑。好夹。好，打开。可以打开了吗？可以。哇，酷哦，好可爱哦。那它是有一点纹路，上面还很烫。要等它冷却，对不对？大概要等多久？大概15到20分钟。15到20分钟就冷却了。那你要自己试试看吗？好。好，那拿好，准备哦。好。好夹。再快一点。好，打开。这样。好，准备哦。好，对着中间。好，压下去。好，拿起来。好，准备哦。好。切叶子，拿起来切。好，这样看一下燕麦。可以吗？可以哦。那我们叶子要有点像水滴的形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再帮它做塑形的动作。然后我们稍微转一下，它正面也稍微平均受热，这样。哦。那感觉中间叶子已经开始变软，那我们慢慢往两边拉开，慢慢拉。好，再拉。哦，它就变长了，这样可以吗？长了。这样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再帮它做一点扭转的步骤。对，它帮我像拧毛巾一样。两边不同方向。对，两边不同方向。好，可以慢慢转。哦。这样子。对，好，看一下这样弧度 OK 吗？可以耶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分开来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好，一样烧热它。凯瑞，它的你看这个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大家可以来做哦。大家可以来做。这边搅拌吧。嗨。我们做完了。我们做完了。
我们退房之后就直接过来11点半，然后就直接过来做。川市是位于新竹市玻璃工艺博物馆这个园区，这里面有公园，新竹动物园可以走一走，我觉得很不错，是很不错的行程。接下来就快要樱花季，这边也会有很多，这边有很多樱花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很推荐，就是在这边赏樱，然后这边体验做搅拌棒。老爷寻觅趣啊，很棒哦，真的蛮喜欢这个行程。新竹旅游去，老爷寻觅趣，新竹旅游去。OK， 那我们这一次的老爷2天1夜行程开箱就到这里喽，谢谢你们收看，按支持喽，拜拜。